我諗諗先。我揾到以下嘅資料：香港資訊科技學院係 VTC 轄下第14間機構成員，為應對行業對資訊科技人才嘅急切需求，致力為中學畢業生、在職人士、行業從業員等提供資訊科技 （IT） 及相關科技課程。讀 IT 嘅話，畢業生可以做程式編寫員、技術支援人員、系統分析員、軟件工程師、網絡工程師、系統保安工程師、數據分析師等等。如果你對剪片有興趣，我推薦你試試 Higher Diploma i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呢。呢個課程內容多元化，包括影片剪輯、動畫製作、音效處理、互動設計等等。